我是林玉芳，屏东女埔乡人。女埔连沙接近太武山，风景清江，大部分以农业为主。我嫁到台南虎螺庄，那是有40多年呢。不过呢，我还唔会填标係客家莊嘅生活。春神約我散步到地方，我頭向太武山拜年，斟一杯晚安，飲一口佳品。左片搖後腿，右片搶先鋒，往一個角度看家鄉。三橋變四橋，四橋變五橋，蘇山北江來順路，流芳北河去富河，吊橋大廈河把水慢慢流，右邊淡淡的翠綠松甲水，北角的有下降彩虹蛤蟆，冬天強陣慢慢的游到東港海。耶穌寺啊，係描寫春天地度啊，有一個屏東地質嘅所在，地質嘅風景啊，真自然咯，有河壩啦，有吊橋，又有水草，又有人釣魚嘅，本人悠閒自在。暫時呢，我填標係無限打拼辛苦嘅生活，尤其是過年時節，大家將把一粒心啊，輕輕地標下來，沐住看各個嘅山片。看個人嘅連沙村莊。